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要来讲医护人员上袂爱往来咯，因为这个患者往来一直来，这毋是好代志。结果中华灯会来看，有一个花灯的造型，竟然是这头前是医生甲护理师，后壁插一粒大粒的往来，看花灯的民众是议论纷纷。 医生和4护理师的花灯伫咧半暝点到，头前搁有一座风油超人，代表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和超人同款，做为守护台湾人的健康。这座花灯展览成真侪民众参观翕相，暗时看无啥，不过你是看，哎呦喂呀，花灯后壁有一粒大往来。警察的啊，做消防的啊，做医护人员的，啊你看，一直来啊，越来越旺吗？ 凤梨的台语读作往来，有往来意思。医护人员希望民众身体健康，莫定定走病院，患者莫往来。他那个压胸哎，压胸也会，压胸是什么意思啊？就 CPR。病有禁区，往来就是其中之一。医护造型花灯和往来坑斗阵，敢讲是想要让医疗人员无因刺刺。原来有那个杨桃、有芭乐，还有其他水果。那 事实上，它就是凸显我们这地区是一个百果山，一个非常优渥的一个地方。原来这座公园叫往来公园，大往来本来就放伫咧高台顶，负责维护灯火的病院讲，甲医护花灯和大往来放做伙是一种尊敬。虽讲病院对往来有禁区，不过拄到爱无闲的时阵，嘛是会用心来保护台湾人的健康。